唉，真係翻嚟啦，翻到屋企啦。不過呢，未交樓，仲裝修緊。Hello， 呢度係 Mark 住上樓市觀察頻道，我係你個觀察員阿 Mark 啊。今期咧，我帶大家睇世榮景觀花園呢個屋苑啊，所有在售嘅戶型。點解樓市下行啊，仲有開發商願意開發呢啲改善面積段嘅大戶型呢？以及呢個屋苑嘅核心賣點係在於邊度啊？歡迎大家 Like、Share and Subscribe 我個頻道啊，多謝晒。老實講啊，點解會揀世榮景觀呢個屋苑呢？嗱，作為斗門人嚟講啊，我又住喺井岸尖峰南呢一帶嚟講，其實係冇乜選擇可以揀嘅。在售嘅樓盤有咩呢？嗱，五洲東方瑞，其實呢個樓盤係開發咗好長時間嘅啦，包括咧喺白藤頭嗰個五洲家園啊，開發周期都係相當之長嘅。別墅先係佢嘅主業噶嘛，平民百姓買到嗰啲高層啊、塔樓啊嗰啲項目咧，佢哋就開發得好慢嘅。雖然話佢離萬達嘅距離同呢個樓盤距離係一模一樣嘅，但係我睇咗佢嗰啲戶型同埋周邊嗰啲景觀視野呢方面咧，呢邊係優勝啲嘅。其次，斗門人自己對世榮咧，佢有佢嘅情意結㗎嘛，而且佢嘅品質同口碑咧，亦都係有跡可循。所以咧，作為我自己首套置業嚟講咧，該買就買嘅。而且呢個形勢嚟講，由我一開始睇嘅時候咧，基本上都係呢個價錢㗎啦。高層塔樓係13,000到14,000咁樣嘅區間啦。到而家目前嚟講啊，亦都係企硬喺呢個價錢。咁佢呢個樓盤咧，老老實實啦，唔係啲咩高端嘅樓盤嚟嘅。佢頂籠係一個改善型嘅小區，因為佢成個小區嘅地塊同埋佢啲產品咧係傾向於小高層板樓係比較多，而路邊嘅5棟塔樓咧為輔嘅一個咁嘅產品格局啊。而且咧，你睇得出啦，呢個樓盤佢嘅園林咧係乏善可陳嘅。雖然話我自己買過喺呢度啊，但係我又都唔認為呢個小區嘅園林咧有咩優勝之處。有咩地方可以吹捧咁樣嘅？最大個亮點其實都係佢嘅業主嘅會所呢方面咧，佢係做得好靚。佢係攞咗負一層咧，攞嚟做業主嘅會所，有讀書嘅空間啦，有兒童玩樂嘅空間啦，健身會所，亦都有呢個泳池啦。即係呢方面喺尖峰南呢一帶，包括斗門啦，好多小區其實都係冇業主會所呢一回事嘅。咁呢個小區咧係俾到有嘅，成個小區咧19棟住宅樓係全部已經封頂啦。當時就係就住咧斗門萬達開業嘅時候，連同呢啲住宅一齊開售嘅。咁當時開售嘅第一標段咧，就基本上係今年嘅9月份，全部已經交樓啦。咁後邊嗰啲屬於二標段嘅，就做緊內部嘅裝修。塔樓入邊咧有3個面積段，分別係103、137同埋129呢個面積嘅。其中129係最多人想要嘅。129往往係新家推嘅第2個星期咧，基本上好個樓層就基本上一售而空㗎啦。所以事不宜遲啦，我哋去睇下塔樓嗰3個面積段戶型又係點樣嘅先。OK， 上到嚟示範單位嘅樓層啦，我哋睇呢個樓層嘅鋪面圖啦，都知道一棟樓入邊2梯4伙嘅，只有3個戶型，02同03咧都係103，而呢邊咧04戶型咧就係137嘅，而01咧就係129呢個戶型嘅。咁我哋由細睇到大先啦，好嘛？行過嚟呢邊就見到呢2伙咧就係104嘅，有示範單位，亦有清水房嘅。咁我哋直接睇呢個清水房啦。而家睇到嘅就係你買到嘅樣啦。
咁我哋入門口之後咧，見到呢啲係實木門啦，然後電子門鎖啦、人面識別啦呢啲西門子嘅呢啲控制面板，然後咧有個呢啲唔係好大嘅一個咁嘅收納櫃，然後呢啲可視面板啦，係嘛？入到嚟之後，樹廳傳統嘅樹廳，嗱呢度係餐廳啦，我哋睇個客廳先。個客廳個開間咧有3.7米嘅一個中央空調嘅客廳，然後咧我哋打開個陽台門，睇下呢個陽台先。呢啲係噴啲真石漆嘅，然後咧睇下呢個景觀。而家係3樓啊，我放個航拍咧，如果個樓層揀到去超過10樓咧，你個觀景嘅效果咧就會比較好，因為可以前面可以望到黃楊河呢個彎道嘅。同埋前面咧華發水郡嘅呢啲別墅景嘅示範單位，呢個樓棟咧係8棟，我哋望落嚟咧有園林護理員咧喺度護理啲花花草草啦，而嗰邊咧有業主嘅會所嘅下沉式嘅。如果係137呢個戶型咧，個陽台可以直接望到個泳池嘅。我哋一陣再睇睇。好，入翻嚟客廳，再去到呢個餐廳呢個位置。嗱，呢個空間亦都係講得過去嘅。佢呢度塔樓嘅整體得房率只有87%嘅，所以同新規住宅嘅使用率係冇得比嘅。呢個廚房我最唔滿意嘅一點就係呢個冰箱嘅位置，只能夠擺一個單開門嘅冰箱。而家啲家庭係邊個仲用單開門冰箱啊？寧願你留多啲個位置俾我擺個冰箱位啦，係咪啊？呢個儲物嘅空間我可以靈活啲咁用啊嘛。兩眼嘅煮食爐。然後抽油煙機同埋呢啲收納櫃啦，同埋咧仲有一個洗碗機係標配嘅。呢啲咧喺世榮嘅新一代嘅住宅設計入邊咧，佢加咗入去嘅。原來嗰啲第3代嘅住宅咧，佢基本上都係啲消毒碗櫃啊。然後咧星盤喺呢度，佢唔係特別大呢個星盤。嗱，呢邊咧仲有一個陽台，面積基本上就1.5個平方咁大啦。好，我哋行翻入去睇下嗰個第一個客房個空間啊，可以講係 OK 嘅，都有10零個方㗎呢個面積。佢有飄台嘅面積啊，亦都適中嘅，而且咧佢做咗呢啲石材嘅面啦，佢唔係嗰啲瓷磚面嚟嘅。呢個咧係一個客位嚟嘅。有冇啲咩特色咧？你覺得？我覺得就係呢個洗手盤啦，一體式嘅。佢係做咗個弧度，然後落咗嚟。即係我睇到呢種樣式，未用之前我就已經知道呢啲洗手盤咧係比較容易打理嘅。馬桶啦，然後淋浴空間啦，亦都係相當之合理嘅。嗱，第2間客房，呢間客房就細啲，講真，只有7到8個方啫。02個戶型咧係有少少西斜嘅影響嘅。睇下主人房套間先，沖涼房有少少區別就係在於呢個鑽石淋浴間咯。佢有一個飄台位置俾到你嘅，佢反而冇客位嘅嗰個衞生間咁大嘅。嗱，我再睇下個客房個空間啦，實用至上啦。嗱，呢個位置你擺個衣櫃啊，然後擺張床，只要基本上擺1.8米嘅床咧，你都可以做到3面落床嘅。然後咧有個270度嘅飄窗。嗱，我已經估到你哋會諗，02同03點樣揀好咧？嗱，我哋電梯一出嚟咧，入到嚟。基本上2道門咧係並排咁樣嘅佈置啦，然後03呢個戶咧，佢隔離咧有面窗，然後呢個位置咧可以講係佢都有部分嘅呢啲換鞋嘅空間啊嘛，然後放快遞嘅空間咯。而02呢邊咧就隔離就係一個逃生通道嚟嘅，我哋入翻嚟睇睇，呢個係示範單位嚟嘅。咁我哋即刻去生活陽台呢邊睇睇啦。而02呢邊咧，佢個西陽台咧係向東邊嘅，相對於03嚟講啦，佢個採光會差啲。而客廳啊、陽台嘅景觀啊，基本上係一致嘅，因為朝向都係一致噶嘛。咁有啲客戶啊，一收樓會即刻將呢個客廳完全推出去，連埋呢個陽台打通咗之後咧，佢個客廳個使用面積會大啲。咁呢啲咧就視乎於你自己嘅需求啦。而目前在售嘅9棟嚟講，104呢個面積段咧，可選嘅樓層就唔多嘅。除咗天地樓層之外啦，其中有一套15樓嘅釋放咗出嚟嘅，個價錢咧可以講係比較優惠。佢係中等樓層嚟嘅，佢個視野亦都係相當之好嘅。如果需要嘅話咧，不如點擊我個頭像咧，我將一份資料發俾你，然後咧我幫你申請個優惠。